大家好，我係羅志謙啦。好感恩可以同大家分享咧，我參加呢個教關教會青年社區幹事計劃嘅得着啦。咁喺呢3個月咧，係一段好有挑戰，但又好有收穫嘅過程啦。作為喺恩光堂嘅社區幹事啦，我主要都係負責中心嘅籃球同埋足球班嘅助教工作啦。仲有咧就係喺暑託，即係暑期託管活動，負責策劃同埋教導啦。喺籃足球班入面咧，我主要咧就係以助教嘅身份出現啦，教導佢一啲技巧。咁更多嘅咧就係喺側邊學習點樣教班啦。令我印象深刻嘅咧，同埋最滿足嘅咧，就係同一班小朋友嘅相處啦。當中咧，我見到一啲小朋友對運動嘅熱情啦，咁就令我更加有心教導同埋幫助佢哋學習啲運動嘅技巧。喺計劃入面咧，我對自己嘅認識亦都多咗。例如我喺暑期託管活動嘅期間咧，要做導師。以往同小朋友相處咧，都係以陪玩嘅身份出現。咁今次擔任導師咧，發覺自己咧其實唔單止中意同小朋友玩，仲好中意同佢哋相處。而咧要向小朋友分享福音咧，係一件唔容易嘅事啦。咁我亦都喺當中學識咗咧，要點樣用簡單易明嘅方法同佢哋分享福音。咁呢一次寶貴嘅機會咧，令我增加咗對自己嘅認識同埋學習到新嘅技能。之後就係感謝浩林嘅幫手啦。浩林佢每個禮拜咧都會約我見面交談啦，關心下我喺工作上嘅情況同埋學業上嘅方向啦。仲有咧就係喺信仰上面嘅成長。佢仲幫我留意到自己一啲喺個人成長啦，又或者對於讀書升學嘅一啲扭曲嘅信念啦。佢同時亦都鼓勵同埋肯定我向住自己嘅目標同埋興趣發展啦，同埋相信喺天父眼中自己嘅能力同埋價值。我亦都咧好感謝教關安排嘅生涯規劃導師 Agnes 嘅幫手啦。佢咧啟發我咧就去欣賞自己啦，同埋發掘自己嘅優點啦，以及咧令我更加清楚自己嘅事業興趣同埋方向。好感恩咧喺今年 DSE 放榜之後咧，我亦都入讀咗自己好有興趣嘅體育運動範疇嘅大專課程啦，可以向住我嘅目標同埋興趣發展。感謝浩林咧邀請我參加呢個計劃，同埋持續關心我嘅成長啦，亦都要感謝神嘅恩典。